今日過嚟實地睇下呢個迎進荃灣迎進，啱先響呢個荃灣西地鐵站行出嚟，經過呢個荃灣公園，荃灣公園一出嚟咧就望到呢個就係迎進啦。荃灣公園對面咧係呢個楊屋道街市。呢個迎進好近呢邊個荃灣公園啦，荃灣公園行過去荃灣西幾分鐘嘅啫。呢度映日灣，隔離咧呢度咧就係 Plaza 88啦。然後喺呢個升降機呢度上過對面馬路，天橋上嚟呢度，跟住就見到呢個迎進啦。咁我哋一陣間喺個天橋落去，喺前邊過馬路過去。點解要買迎進呢？首先，雙線3站，四通八達，行人天橋網絡連接各式生活配套，尺價平同區2成，租金每尺50蚊起。校網優越，連接未來北都經濟互惠，創造50萬職位，往來中港便捷。政府提出將呢度嘅工廈轉型，將整個區重建成一個綜合發展區。歡迎留言，馬上發資料俾你。